很优秀，他唱歌很好听，然后他唱古调，他们家他爸爸有很刻意的栽培他们家全部的人都已经变成一种传统歌的家族企业，很会唱，他的妹妹也很会唱那种复音唱法。阿美族很重要一个唱歌的方法复音，我觉得已经很少女孩子在学，而且只有女生可以学哦，男生还不见得有机会学，因为没有这样的歌给男生唱。男生大部分都唱主题的，主题他很会唱。他也是我海选去法国的弟弟，优秀吧？时间差不多了8点半了，好啦，今天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收获？都没有，还是你们心中有充满什么疑惑这样？我希望接下来的活动就真的需要靠各位同学帮忙这样，我也会很努力去经营我的部落的事业，然后经营我的演唱会跟专辑希望给同学有一些惊喜。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最好还可以介绍给其他，如果他们还不太认识原住民，甚至也没听过原住民族语的专辑的朋友，介绍给他们听听看。希望投资原住民拜托你们了，给原住民青年一次创业的机会。要不然最后一首歌好不好？好，欢迎我们的 DJ Happy。我常常唱这首，就是这首歌应该是我上一张专辑的代表作吧，虽然没有拍 MV 这样。这首歌叫《嘎萨斯的努米达》，我们的约定，约好哦，约好在7月5号的时候演唱会的时候，我要看到你们哦。好。6月30号专辑会先出来，不晓得那时候怕大陆有窄点。没有无所谓啦，我上次专辑还没有发行，大陆就已经有窄点，而且他把我分类在日韩流行音乐这样，所以我应该很时尚哦。好，然后在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有一点点礼物了，但是带的不是很多这样。新的专辑演唱会的海报送给同学，还有在这首歌我们的约定。